来是在地人在地情，要来看云林水拿的番薯真出名。每一年农历的11月到过年的清明进前是上好食的时阵，所以水拿乡公所拢会伫这个时节来举办着番薯文化季，拢有几千人的来遮控油铺番薯。 天气很好，这个活动也最适合控油。觉察啊，这两半看要去控油内面，白烟冲起天顶，下当闻着香味。水拿乡公所即天举办水拿番薯文化季，现场有真侪民众来遮佚佗。上城大家注意的就是这控油，大家甲头贴个真悬，个囡仔来遮斗相共。很少看到有这么大的场地可以控油。旧历11月到过当年清明进前是水拿番薯上好食的时阵。 所以乡公所特别安排这个活动，就是希望大家下当食到上好食的农产品。乡长讲，现场有600多组控油，活动办甲真热烈。水拿乡的地质算是沙土带一点仔坚性，所以种番薯是上好的选择。我们也推了云林良品的认证，包括农产品跟加工品，也协助他做专区跟国际认证。透过这摆活动，希望全台湾各地乡亲会当知影水拿乡的番薯是一粒一粒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